度度都有 HIFU 做，點解我哋 Thermio 嘅 Dual Tight 會特別出色？都收集到好多唔同嘅查詢，都想知道 Dual Tight 直谷音波嘅療程係點樣做嘅時候係啲乜嘢感覺？今次我哋就揾咗 Katie 上嚟示範一次俾你哋睇，平時我哋客人上到嚟做 Dual Tight 呢一個療程嘅成個過程，由頭到尾做一次俾你睇。首先我哋會先做基本嘅清潔，卸除晒面上嘅彩妝同空氣中殘留喺面上面嘅污染物，咁我哋後續做機嘅時候就唔會有阻滯，能量亦都可以暢通無阻咁直入皮膚。之後我哋就會同客人介紹翻今次嘅療程，仔細再了解客人嘅需求同想改善嘅地方，了解完我哋就正式開始療程啦。Dual Tight 直谷音波係全球唯一可以做到同時同步雙層提拉嘅 HIFU 儀器，可以一次過做到 3.0mm 同 4.5mm 兩個基層。平時我哋喺出邊做嘅 HIFU 機都只係針對其中一個基層，而我哋呢一部機就可以一次過做晒。呢一部機仲有線模式同點模式，加埋圓頂探頭，可以更加全面處理提升、收緊、改善撫紋同皺紋，刺激膠原增生。Dual Tight 有4款模式，包括點模式、線模式、點線模式同線點模式，分別可以針對改善緊緻、提拉雙下巴。每次治療嘅時候，治療師都會根據客人嘅需求而運用唔同嘅模式組合。例如我哋今次同 Katie 溝通完之後，想改善嘅地方係想做翻緊緻同提拉，而佢又希望可以做到一個比較強力嘅提拉效果，咁我哋就會幫佢用翻點模式同線點模式。可以做到膠原蛋白增生、收毛孔同去紋同時做到。點模式適合想做翻整體提拉、輪廓提升嘅客人，因為覆蓋面夠大，用喺面頰、下顎線等等嘅位置會更加有效率，感覺就好似幫你由底托起，向上提拉咁。想改善面部下垂、輪廓唔夠 sharp， 點模式就係主力提拉嘅選擇。如果係第一次嚟試做嘅客人，我哋就建議可以先試一試線點呢一個模式。可以做到一個比較柔和嘅提拉，可以俾第一次接觸 HIFU 同怕敏感嘅客人使用。而對於希望可以針對改善雙下巴嘅客人呢，我哋就建議可以選擇線模式，雙線同步輸出，兩條線夾住脂肪層，可以做到提拉緊緻之餘，仲可以做到溶脂。呢一個做法好啱上處理下巴萎縮、輪廓唔清嘅客人，令到下顎線更加利落，雙下巴再收細，輪廓即刻更加 sharp 啊！之後我哋就會用埋另外一個頭做埋 Dot Care， 呢一個頭可以幫我哋做到真皮層 1.5mm， 喺肌膚做到一個暖敷打亮嘅效果。同時我哋會喺做完 Dual Care 3.0同 4.5mm 之後再做埋 Pen Type， 可以強化到緊緻暖敷嘅改善，同時可以針對到眼周唇邊呢一啲比較薄嘅位置做到綜合性嘅全面治療添。Katie 都做咗一段時間啦，而家感覺如何呢？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做嘅時候都覺得熱熱地、暖暖地冇乜感覺嘅，做完一邊面之後都即刻覺得緊咗。你睇下，做完半邊面之後就可以見到條 jawline 出翻晒嚟，蘋果肌都可以見到做咗嘅呢右邊面比起未做嘅左邊面上升咗，眉位都見到比起左邊面嘅提高咗，咁我哋就可以繼續做埋另外一邊啦。Dual Tight 我哋建議療程前避免使用刺激性嘅產品，例如去角質、果酸、磨砂、A 酸、美白同酒精等等嘅產品，因為我哋喺做呢一個療程嘅時候會用到高能量嚟刺激肌膚嘅膠原蛋白增生。如果我哋接觸咗呢一啲刺激皮膚嘅產品而令到肌膚屏障變得脆弱，再做高能量療程嘅話會直接損害到皮膚。做呢一部 Dual Tight， 如果你想有一個更加靚嘅效果，又想 keep 得耐啲，可以試下夾埋一個水分導入嘅儀器補底，因為當皮膚有足夠嘅水分之後，後續嘅 Dual Tight 先至可以用到佢嘅能量喺皮膚入邊透過蒸發水分嘅產生，而令到有更加好嘅效果。水分喺皮膚入邊就成為咗燃料嘅角色。如果你都想白髮可以越嚟越靚嘅話，就要俾多啲燃料佢先得啦。同時皮膚有較多嘅水分，亦都可以減低療程後乾燥、敏感、紅腫嘅情況出現。療程後嘅保養重點在於加強保濕、堅持防曬同溫和清潔，避免過度日曬同進行刺激性活動，先至可以延長到膠原蛋白增生嘅效果 ，keep 住可以幫你做到緊緻提拉。一般我哋建議持續1至3個月做一次加強療程，就可以達到最佳同持久嘅效果。即時做完嘅效果就係咁啦。如果想要再靚仔啲嘅效果，過多1個月仲多嘢睇啊！想睇下你嘅情況啱唔啱做 Dual Tight，咁就要快啲聯絡我哋啦。